情况较有诶人，你讲话就较会去注意着，讲我咧讲诶话是较去甲得失着无，还是讲即个话安尼讲难听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所以讲你咧讲着巴结长官诶时阵，巴结咱第一句着啥物？好听歹听，咱讲卖，咱有想着啥物讲？巴结，巴结啦，扑啦，拍啦，啊，佫有啥物个？咱上介接讲诶，就差不多是安尼啊啦吼。啊，佫就是讲，即马是即个阿婉啊，即个新海之婉啊，伊诶个性是一个所温柔诶人，伊诶个性较无适合讲扑人拍。但是讲伊即三兄弟啊吼，伊即个大兄，即个阿辉啊，新海辉，即个咱讲即个话啊吼，啊你拄着顶碗，干了扑人拍送鸡歹尔，这上头啦吼。你讲扑人拍送鸡歹，即个话嘛毋是歹听，嘛毋是拢错，是个性较直诶人，大兄会使安尼讲。啊，二兄咱就知影讲较温柔啊，伊无爱讲一款话，吼，咱大家修改一下就莫互做迄个扑人拍一款话。你要讲一句扑嘛无要紧，吼，你要讲巴结来，要讲即个扑扑塌塌、扑塌，吼拢无要紧，吼。就是讲咱爱去注意讲导演咧讲诶，角色诶个性是啥物，吼，所以导演会去注意即点啊。个演员心海之愿啊，我本来讲，我敢是讲一款话啦，我诶个性讲安尼敢会怪怪，你爱尽量去提出你诶问题。